大家好，我是二月。今天呢，我们讲一个简单易懂的越剧常识入门啊。如果你是刚接触越剧或者说戏曲，那这个视频呢，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戏曲舞台呢是非常讲究的，台上呢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人。因为面向的是入门级的观众啊，我尽量用通俗的词语来描述和讲解。我们从头开始啊，先讲帽子，就从珍珠塔的方清开始啊。他头上戴的这个叫穷生金，顾名思义呢，戴这种帽子的通常是正处于落魄中的读书人，关键词就是穷读书人。要注意一点啊，如果这个帽子的颜色不是纯黑的，或者上面有一些绣花的纹样，那他的经济状况可能就稍微好一点。然后呢，就是梁祝这种，山伯和英台戴的叫文生金，也是读书人戴的。它跟穷生金的区别就是不穷，甚至可能是家庭经济比较好的那种读书人。然后呢，就是像何文秀《舞女拜寿》里的四女婿、五女婿这种，他们戴的叫学士金，又叫解元金。科举乡试的第一名呢，就叫做解元。到举人这个级别，就是比较优秀的读书人，他有做官的资格，也可以更进一步去参加会试考状元。同样是84电影版的《舞女拜寿》啊，大女婿戴的这个帽子啊，应该是官帽。但是呢，根据他家的丫鬟介绍，他是尚书公子，状元种子，就是还没有考上状元，没有参加会试，那他就是以举人的身份当官了。然后二女婿的这个帽子我不是很懂啊，但是根据我看的一些资料，他的学识水平应该是不超过秀才的。总之啊，我们看帽子，先看他有没有帽翅，有翅膀的呢，身份更高。然后呢，再看这个帽翅的样式啊。一般的官员呢，它是平的，举人的这种呢是向下的。另外还有一种向上的朝天翅，是皇帝和高级官僚戴的。还有一个丞相帽啊，大概长这个样子。然后呢，就是几个比较特殊的帽子了。首先就是鸭尾金，它是开店的店主戴的，比如许仙。然后呢，就是紫金冠，这个是王孙公子或者是年轻武将戴的。特征呢，就是比较华丽的冠，然后加一个红色的绒球。这个绒球呢，比较有意思，我在网上呢查了一圈，它应该是有两种含义，一种呢代表贵气、富贵。比如在普通的官帽上加两个向上的翅，这个是状元帽，然后在状元帽上再加一些红色的绒球呢，就是驸马帽。那你嫁入皇家了，你整个人就富贵了嘛，对不对？另外一种说法呢，说是叫英雄胆，在武将和一些江湖侠士头上呢，会有一个或者很多个这种绒球，可以理解为一种武力带来的霸气啊。然后就是梁祝化蝶之后的这种帽子，这个帽子呢只有梁祝用，看上去有点像镂空的纹生金。男性的帽子呢基本上就是这几种了。戏曲里呢，女性的头饰就相对简单一点，基本上不管是凤冠还是普通的发饰啊，她头上的东西越多越大，那这个人的地位越尊贵。只要你觉得他头上戴的东西挺贵的，那他的家境就是挺贵的。戏曲呢就是这么的直观和单纯啊。另外，如果是头上绑了布条啊，那这个人可能就生病了。比如梁祝里的这一场山伯临终啊，他头上就有绑这个布条。图片呢大家凑合看一下，做这个视频找图是最难的。戏曲的帽子呢还有很多，非常的讲究啊。作为入门，我们先记住这几个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再讲一下衣服啊，这个也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外行观众啊，看两点就行了。首先是衣服的花纹啊，特别是衣服领子以外的地方，看它有没有花纹。没有花纹的，穿纯色的是穷人，或者说地位比较低的人。有花纹的，花花草草的那种，通常是读书人。因为戏曲里面花草呢就代表风雅，具体呢花的种类它有不同的性格和指代。比如牡丹呢代表富贵，荷花呢出淤泥而不染啊，等等等等，和你们知识储备里的那些花语呢也差不多。
然后如果这个人身上的绣花啊，他用的金线比较多啊，金灿灿的，那基本上就是比较有钱的显眼包。如果呢再搭配一把金色的扇子，那就更有显眼包的那个味儿了。女生的衣服上如果是绣了牡丹以外的花样，那她应该也是文化人。而绣牡丹呢，其实可能更多的是表达她的富贵。如果绣了孔雀或者凤凰，也是代表她的富贵和身份。然后呢，再补充一下官服的花纹啊，这个也是很有讲究。但是太复杂的呢，我不懂，也一句两句跟你们说不清楚。我们就记最简单的，看衣服的下摆啊，比如这个官生何文秀和邹应龙，他俩官服的下摆都是两条龙在海边看日出啊。这个海呢叫富有四海，有这个的基本上都是大官就记这一点就行了。女款服装呢，除了刚才讲的那个花纹那一点，它在衣服款式上如果有云肩、长飘带、长佩这种配件的，那是地位或者经济比较高的女性，就一般就属于大家闺秀或者是富家小姐。说完第一点，我们再讲第二点，衣服颜色。它有简单和复杂两个知识点。首先简单的，衣服的颜色越深，它的年纪越大，红色除外，这个真的很简单。然后呢，复杂的一点不同的颜色它有不同的指代，这个的难点在于它所指代的含义呢并不唯一，不同颜色之间呢存在一些公因数。我简单做了一个去除公因数的总结。有兴趣的可以记一下。红色它除了贵重之外，武将穿呢有忠勇直率的意思。白色是代表年轻、俊美、正直、儒雅，可以参考何文秀和邹应龙蓝色是勇猛正直、反抗精神。但是呢，官服的话，如果是蓝色，那官职可能不太高，是低于红色和白色的。我上网查了查，巡按呢似乎是只有7品，而州官也就是凤鸣他的官是5品到6品之间。所以陈奎的品级应该是没有凤鸣高的，但是他做监察的这个官背后是皇帝，他的权力很大。然后刚才说了，年轻人一般是穿浅色，所以这个陆游你不能看他的脸就觉得他18岁，他至少是28岁了。另外你们可能比较熟悉的陈三娘姐姐，她的2个主要的服装就是蓝色和白色，所以基本上穿这2个颜色的大概率是正面人物。然后就是绿色，这个代表沉稳和庄重，也有威武、忠勇、刚直的意思。在我的印象里，很多老旦他穿这个颜色比较多，代表一种稳重。然后是黑色，在不是夜行衣的情况下，它分2种情况。如果是当官的穿的这个官服比如包青天，那它代表的是正直正义、铁面无私。武官的话，京剧里面有这个项羽和张飞有勇猛和莽撞的意思在里面。如果不是官服那穿黑色的就是最底层的人，像什么家丁衙役还有铡美案里的秦香莲，他也穿黑色。主角如果穿这个，那他可能命苦，会有不好的遭遇然后就是紫色，如果是官服蟒袍，那是很高贵很祥瑞的。暗紫一般是老生和老旦穿，寓意着高贵成熟年迈。浅紫色好像在舞女拜寿里大女儿和大女婿穿过，再加上许仙他也穿过紫色，我觉得是一种属于有钱的颜色。然后呢就是粉色，这个代表年少英俊风流。最后呢还有一个是香色，代表德高望重沉稳大气端庄，比如何文秀里的杨妈妈。好的，通过这几分钟的学习相信大家已经基本掌握了一些戏曲的基础入门知识，以后我们再看剧就能够一眼看出这个角色他的人设了。最后呢再补充一个小知识戏曲里面
角色拿什么颜色的马鞭，就代表他骑的是什么颜色的马。大部分的人物呢是啥颜色都行啊，但是个别特定人物他需要讲究一点。比如吕布他的坐骑是赤兔，那就一定要用红色的马鞭。项羽呢骑的是乌骓，要用黑色。秦琼呢他骑的是黄骠马，要用黄色。这些特定人物啊，如果弄错就不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啊，感谢收看。